惠利逃過一劫，公司要收攤，扭進列失業倒數，韓煤炭娛樂事業難做。韓國演員產業似乎面臨寒冬，繼先前 YG 娛樂宣布收掉演員部門，就等旗下包含車勝元、劉仁娜、李聖經等多名大咖演員合約到期。今23天韓國媒體再爆料，指出知名的演員公司 CJS 也將停止藝人經紀事業，包含薛景求、柳俊烈等大咖演員恐怕都要開始求職了。根據韓國電視台 JTBC 獨家報導， CJS 決定要結束藝人的經紀事業。據悉就是因為娛樂產業整體環境持續惡化，又面臨營運壓力，因此做出此決定，已經陸續通知旗下藝人。由於這也是繼 YG 娛樂後第二起類似案例，韓國媒體就認為這似乎就反映出娛樂產業日益嚴峻的困境。CJS 旗下有薛景求、吳達秀、朴星雄、蔡時那、文素利、宋一國、申遠俊、崔炳墨、羅美蘭、柳俊烈等多位知名演員，幾乎都是台灣觀眾熟悉的韓劇演員。原本惠利隸屬於 Creative Group Inc. 不過去2024年爆發真有趣事件後，5月就傳出 CJS 要收購該公司，但惠利隨即離開公司並加入 Sublime， 可說是逃過一劫。此外 CJS 還有音樂團體 No 跟去年才剛來台的男團 WIP， 這些藝人的動向也都相當受到關注。